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逐工邀请观众朋友收看咱台视，互大家心凉鼻透开。今仔日小介这一日读做请，此呀请第二条，读请这是读鼻音，请代表是邀约，咱讲邀请。另外嘛有恳求、拜托的意思，像讲若是请神明，咱讲呼请、拜请。另外，请更较厉害的人出面来解决问题、解决状况，咱讲是搬请。这个文音读做请，像咱讲请假、申请、请求、请罪，同款的用法，一般用咧较正式的场合，就是较正式的讲法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呼请，会当讲是邀请，嘛会当讲是拜拜时请神明或者是公妈来享受参拜料理。第二个词读做请到，代表办到请人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庄头开柑仔店，迄个阿明节啊，下礼拜六伫要娶新妇，这几天邀请亲戚厝边、复杂好朋友，但迄一天会记来互请，特别呼请大家来食请到。今仔日小介这一日读做请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请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